1994年5月2日，伫当时担任台北县县长尤清的支持，贡寮乡的居民针对行政核数举行公民投票，投票率58.3%，其中反对核数的人是高达9成人。这是对1991年民进党大佬林义雄发起创立的核数公投促进会了后，重要公投行动之一。2001年5月2日，网络搜寻龙头 Google 宣布用125亿美金，将近3900万亿的新台票收购美国手机大厂摩托罗拉，希望借由摩托罗拉的专利技术，提升伫无线通讯市场的竞争力，来甲苹果也个微软比关价。2014年5月2日，泰国军方发动政变，陆军总司令帕拉育宣布家己任职总理。当时的太皇普美蓬对戒严以来拢无表示意见，随后发布諭令，授权帕拉育担任国家维持和平特殊委员会主席，这等于行动泰国方式认可这次的政变。